江阳慈善基金会每当端午、中秋等节庆，拢会邀请家友以及弱势团体食美食，分享过节气氛。不过过去3冬，却因为疫情因素停办，而这场满院古餐活动，也是疫情3年外来第一场。这一次因为政府已经给我们开放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借着端午节，为他们先办一个小小的暖身的满院的聚餐活动。然后让他们知道，他们其实是受到我们的关心、关怀跟祝福的。那今天参加的团体，除了街友之外，还有脑麻团体以及脊损的病友，那他们也都是我们关怀的对象。希望这一次小小的一个聚会，可以让大家开心。柑仔甲居士落本天津仁波切也亲身来到现场，甲弱势朋友问候，并发送红包祝福大家。看到很多久违不见的朋友，很是高兴。那我个人也带了一些，我不敢讲说是红包啦，那我称它为押金啦、代金啦。我想你。这个时代，物资浮动，大家趁食无方便，所以内心总是袂当遐尔稳定。那希望讲一点点意思，会当互因内心感觉到迄个温暖。这就是我们在端午之前举办这个活动最大的用意，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将这份爱传递下去。基金会董事长谭守新表示，这场端午餐会是江阳在后疫情时代第一场满院古餐，延续2019年的做法，同款是邀请家友以及弱势朋友享用美食并送伴手礼。伊也感谢所有爱心捐血善心大德、江阳大家长仁波切以及志刚的善念，才成就这场餐会，让弱势朋友拢会当感受到端午团聚的气氛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